방송 당원으로 같이 방송 당원으로这事业，男人做这事业，做工跟着这事业，真把脸蒙掐死了想，日头从我家就开始，到了月底，喜极而过，今天没有龙般朋友，所呀的那个。像那钢弹的金肉，那钢弹的老友。对的嘞。这世界，男人做这世界，用功跟着这事业，我就在当人的当下，打破自己用死。那月底，这几年我刚进门结生朋友。怎么说？感谢。这世界，男人做这世界，还有见着这世界，在为了你感去年少，真情盼你下送真谛，同个战场，他随谁你，这是我们结识的哟，所呀的钢弹的金肉，那钢弹的老友，所呀的那钢弹的金像那钢弹的金肉，那。